我们这个服务团队经常受到民众的陈情啊，被流浪狗追逐或者有人弃养流浪狗啦，我们经常受到这样的投诉啊，民众希望我们检举，我们能不能拿出具体的方式？我来找地方，我把这5个地方找出来之后，确定在这个地点一定要有一个很长很大的经费来挹注来支持，才有办法。所以我们商讨了之后，就确定了说没有问题，那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来推动这个原本市政府就有想要做的一个既定政策，来协助市政府把这件事情做好，在人和浪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个本来就是每一个人要有的责任，你光给行政单位，他们没办法去容纳这些的工作那么大量。所以我还是呼吁，不管是地方的里长、邻长，甚至是地方的动保团体，各方面大家要共同来努力。我想，流浪动物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普世价值，怎么让它生活得好，但是又不能影响到人的生活，我想是未来大家一个重要的课题。重点在于这些的源头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再加上后面还有这些后送，然后把后送的单位再来个别的训练成另外的工作权，也不是不可行的。那我觉得踏出这一步，给全国各县市的有一个好的榜样。这里是2公顷，大概我们现在先一半的一个状态去做我们那个暂支区，大概可以容纳200只。那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再有经费的话，可以再扩大。那这个环境的话，大概这200个这些我们的犬只啊，大概是以收集我们那个仁德区，尤其是成功里为优先。这边的区域未来还是会开放认养。就是说我们把狗训练好，那我们先进来以后做好训练，放在我们毛孩生活村以后，然后再把狗狗在这边做认养的一个动作。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近年来不管是台南市还是其他各地，都有频传有一些浪跟人产生一些冲突的问题，甚至咬伤人类，咬伤市民朋友们，或是咬伤这个动物的这个部分频传。每次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议题，那也感谢议会的支持，我们设置这个毛孩的临时收容所，能够让这个毛孩有一个比较舒适安全的家，也不用每天在外面流浪，甚至为了食物或是为了其他的情形来攻击人类或其他的动物。那我们未来还是持续在各地方来找寻动物的临时收容的地方。以这个仁德生活村来讲，我们是主要是第一个首要是收容仁德地区的浪，其次是收容新丰区的浪。如果还有空间的话，才有考虑其他的地方的浪的收容。我想台南市的土地面积是2192平方公里，没有理由找不到其他的这个收容浪的地方。大家既要能够减少浪在街头上对人所产生的威胁，但是又要找到地方。那这点我们是希望市民朋友多支持。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12月12日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每个月平均开出7万张的红单，也毋过竟然发生红单中户寄送的事件。9月份有民众拿了罚款，12月阁接到同款的，而且在关所也阁要求民众主动去申诉。对此，议会国民党团上个邀集市府相关单位召开记者会。要求厘清问题到底是出伫对，并爱追究责任。议会国民党团表示，这几天接到未少的民众တင်情，表示9月份接到红单，并且缴纳罚款，结果12月阁接到同款的红单，
有民众认为，当着诈骗集团，重复收入红单的民众已经真不满。裁决中心还阁要求这些民众爱家己提出申诉。对此，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也是市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甲着裁决中心以及中华邮政来召开记者会，希望厘清罚单重复的原因。民众呢，在9月份的时候，这个红单9月14的红单，他在10月份也去 7 缴了钱，那为什么他又会在昨天收到同样的一模一样的罚单哦？那所以呢，我必须在讲说，当我们去查的时候才知道说，哇，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在周5收到的民众，裁决中心说，请他们去申诉。那我的认为很好笑哎，这罚单都已经缴了，何来要再申诉？我们的编预算是说建档作业呢，违规建档的作业的希望你如果好好的建档，哥哥你再重复再开单，那看这是要你重复开单用的吗？这个无审是要重复开单用的吗？所以我们警察是做什么事情啊？我要公司要负什么责任？重复开单，要去甲百姓主动申诉，我认为安尼警察局恶质。唔对，只是警察局委外单位甲邮局之间的关系，这种一个关系，怎么样叫摆动重复罚单要申诉呢？我认为应该，咱市政府也好，要爱甲这个问题去抓出重复邮寄，唔能够甲人要申诉，安尼无道理啦。议员表示，以台南市1个月平均大约有7万张的罚单，市府还阁编列1200万，交由委外厂商甲着中华邮政来寄送。交通大队表示，即届重复寄送大约有2000件左右，原因有可能出伫个寄送的回函资料无做比对。交通大队会阁甲委外单位甲着中华邮政来协商。避免类似的案件再次来发生。我们这么久的时间来，也只有在9月份发现这个异常啊。但是这异常，这个说没发现之后没有做个终止哦，让他再做第2次的寄送，这个直接是我们要检讨的地方了哈。但这个地方问题症结是说，因为我们邮件的寄送在后端的厂商，他会把这寄送出去之后，那邮局会打这邮寄的状况做个回执给我们的厂商。就是因为咱回执部分、咱信息部分的讲，这邮件伊无注意送达成功，所以说咱厂商也是依照规定说，必须要2个月的之后再做个第2次的送达。为什么第2次送达？因为要确保红单的效力的。你也无叫2张民众打主张，我无收到红单，如果也这个主张的时候，也去申诉的时候，去告诉的时候，这个红单可能无效。所以我规定是讲爱1次送达、2次送达，甚至以公告送达，这是程序上来做。而且厂商来讲，就是讲他也是照这个程序来做，只是讲这信息的确认。为什么咱如果会把遐还都会给我们的信息，丢给蔡中心的信息都没有做送达的注记，这部分就是我来给如果来研究的。至于罚单重复寄送，是不是会造成民众重复来缴纳？对此，交通大队表示，原则上共一张的罚单编号，超商并无法度缴纳，除非是超商缴完以后，民众无注意，搁再用转销来缴纳。至于加缴的部分，裁决中心也会主动来退行；而罚单重复的部分，裁决中心也会主动来比对，袂搁再互民众来申诉。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台南市北外环新建工程召开第4期说明会，因为依照水利署规定，桥墩只会当沿着河川地理线，袂用落伫高滩地。因此，4期工程将沿着中华北路的高架进行，也阁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立委陈廷辉希望国土署个案向水利署提出详细的水文评估，争取桥墩会当落伫高滩地，避免纷争。全长13.6公里的台南市北外环道路，目前完工的第1期甲第3期通车的部分有6.6公里。第2期3.3公里也搁咧施工，第4期下午召开工程的说明会。立委陈廷辉对头到尾就徛伫个民众的立场，希望第4期的高架桥墩会用个落伫个咸水溪的高滩地。
咱要安怎，互咱地方袂有因为一个大型的公共设施建设来造成着人民百姓的惊吓担忧，这才是重要，毋是讲一个建设了，本地大家爱拍扑啊，但是咧，因为你设计了，人民甲你反映，甲你知道，你还是坚持，所以今日我嘛有邀请到第6河川局，就是讲，因即摆阮伫中央咧了解是讲，第6河川局拢坚持讲这高滩地无法度救替，所以若安尼时阵，安尼是毋是咱各单位应该徛出来好好讨协者，好处着一个即个中间点，就是讲伫咱两边当中处一个会当接受的这个共识。当然嘛，毋是讲人民讲你迄讲远，但是问题咱嘛是有迄个范围，毋过嘛毋是像咱即个第6河川局也是咱相关单位讲的，咱一步都不能退。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是刚好已经在做说明会了，地方人民有反映，咱就爱改进。不过对此，国土署南区分署表示，依照水利署的规定，桥墩袂用超过河川的地理线。就伫国土署说明当中，嘛有民众来扭白布条抗议。对此，河川署第6分署嘛回应，因为该规定是水利署伫个民国1809年修正，公务员只用依法来行政。水利法规啦，它也有限制，在这个河川治理线内，就不能够有这个构造物的行为。以民众有诶较近，毋讲已经尽量偏到。会使上片已经那个河道治理线，我们已经是走在最边缘的地方了。我们的桥型已经在河道治理线最边缘的地方，再超过去就越线。阮即摆就是讲，这条法令我无法度去透，因为这条就是规定是安尼。公务人员阮爱依法行政，所以你以为说国土署嘛是依这条法令去修正他们的一个规定，爱会当。你最后的路宾馆去做落分，那个部分是允许的，只要河川局跟公理要以堤后或者是水防道路宾馆当去落分，但是在高滩地上，因为它有明确的表示，只要是跟治理计划线就是讲甲河川平行，这条的规定是禁止的。为避免民众真正抗议，阻挡着工程的进展，对此立委陈定辉嘛希望国土署伫个2个月内提出桥墩落伫个高滩地，对着水文的影响提出报告，然后向河川署依着个案来申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2024进入尾声，台南市府12月举办一系列圣诞跨年活动，上阵一批卡司名单，包括韩国 2PM 的李俊浩、动力火车罗俊硕等人，阵容相当豪华。另外，咱可以赞美酒店嘛推出宴会来迎接2025。一首 Whatever 炒热现场气氛。歌手罗俊硕准备第5摆来到台南跨年，也搁要甲演唱会顶级的享受献给粉丝。因为我今年其实没有在台湾办任何的演唱会，所以我已经准备好把这个所有的能量搬到台南跨年的舞台上面。2025台南圣诞跨年公布第3波卡数，21号圣诞演唱会有张庭湖、大基美秀集团。28号蓝营音乐会有张秀清，31号跨年晚会有林美秀、康康、毕书尽、动力火车等等，并请来韩团 2PM 之一的李俊浩，包括罗俊硕啊，包括李俊浩，这些都是大家平常非常喜欢的这个歌手，因此呢，这个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最好的就在台南。另外，互人期待的，也阁有人去赞美酒店所推出的宴会秀。去年头一届吸引超过1万人到场，今年再度举办。每年随着台南去年是400年嘛，今年就是401年，所以我们就随着每年增加1秒。为模拟单位当中，看到七彩缤纷的美丽宴会，同时也阁有美食、文创市集以及多元的表演，用热烈的庆典氛围。来迎接全新的2025。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
为着提升台湾游艇服务业的发展，加强业者之间的合作甲交流，游艇工会全国联合会伫台南盛大举办授证仪式甲成立大会。第一届理事长由亚国游艇集团董事长侯友林担任。台湾游艇制造全球出名，不过过去因为海禁，直到这10多年来，才伫民间业者的努力，一步一步发展游艇服务产业。为了进一步建立业者之间的合作交流，协助政府推动相关法规，在和游艇工会全国联合会伫台南盛大举办成立大会，由亚国游艇集团董事长侯友林担任第一届理事长。会中中央到地方的主管机关以及各业界意见领袖拢到场祝贺，并见证授证典礼。我希望透过这个展览，或者运动，或者这个民众的参与体验的部分，可以让台湾人对海洋休憩的活动呢，可以有更多的认识啦，也可以让这个四面环海的台湾呢，更多人可以投入游艇休憩产业。后理事长强调，成立工会不是甲政府对抗，而是合作来向海洋致敬。对此，政府嘛充分了解游艇业的心声，会对两个提升甲立法来协助发展游艇产业。航港局目前正在进行船舶法的修法，我们希望透过像法令的这个松绑，让游艇的营运的这个形态更加具有弹性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那同时呢，我们也参考国际的规范来针对营业用的这个游艇呢，它的公共安全跟我们业者一起来合作。那也不会说在前面民间已经冲到前面了，可是对于国家部会之间的这个联系坦白讲却是不知确如，这是不会的哈。所以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全国联合会的一个平台，能够让产跟官做最好的联系。授证仪式不止见证了游艇服务业新的里程碑，更代表海洋观光的发展跨出重要一步。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为1807年开始推动的文化体验教育计划，这回由台南生活美学馆整合南部7县市资源，和32间学校合作，辅导14组艺术剧团，进入校园进行研发内容，同时举办新歌展览。秀琴歌剧团带领幼文国小的学生，共锣拍鼓登台扮演，呈现文化体验成果，人物戏剧背后所代表的意涵。扮演和修就是要让小朋友更一步去了解传统戏曲，佮扮演对咱的生命的敬仰。这个传统戏曲代代相传。要有小朋友知影这个歌戏的水。文化部和教育部为1807年开始推动文化体验教育计划，今年以设7套做主题，总共有14组艺术家和团队入选。即讲伫生活美学馆轮流展演研发课程，有来自金门安居馆、康平湖的泥巴。高雄的刀仔剧团利用光影戏红仔配合故事剧情，让学生学习操作戏红仔和讲台语。发现光阴某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容易入手、入门，然后又好玩，然后他们又觉得很有趣，所以比较难的是4堂课里面又小朋友认识，然后呢讲台语。这些的体验呢，都是在正规的教育课程，让孩子自然的来接触。主办单位欢迎对着文化体验有兴趣的老师来申请体验计划，让艺术家会当进入校园来教课，在教学之间，让学生会当深度了解传统文化和艺术课程。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
台南的热天是天高地盛行的地区，不过今年到达只有20个例境外病例，也无本土病例。卫生局长李翠凤在年终申告记者会当中，将有自信的表示，今年收调嘛强调新推出的定点医师监测计划成功发挥效果。天高地自从伫台南大流行以后，每到热天，选择大家总动员撇面积水容器生棒糖，以寻到清水考核，相信大家拢真清楚。对此，卫生局长李翠凤表示，虽然今年对外口入来病例有25例，不过本土病例却是0。伊认为伫7大策略当中，新推出的定点医生监测计划发挥关键效果。定点医师会每周呢，就他们所遇到疑似的病例，他们会做这个采检跟通报。那我们后端再由实验室来证实。那这样的一个好处是，当医院通报疑似病例，我们就立刻启动所有的这个防治作为。那么这样的话呢，即便我们可能有一些不是确诊病例，我们多做了很多的防疫措施，但是我们可以掌握先机。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掌握先机跟我们的这个定点医师的监测，加上大家群策群力之下，我想今年我们看到一个很正面的成果。台南市卫生局今年伫疾病防治、心理健康推动以及健康城市的建设等各方面，拢协众无数，嘛交出一张真水的成绩单。其中，伫注疫苗系统的不断精进，以及鼓励65岁以上长辈来注疫苗的效率，拢是6到数1数字。会中呼吁市民，新冠病毒一直变化，一定要有自我防下的心理准备，才当保障健康。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有一间伫基隆经营25档的小肉店，这几档因为疫情收了真侪店面。最近，佫重新伫基隆庙口商圈出现，咱做伙来看卖。这一家经营了25年的烧肉名店，历经波折，重新在庙口商圈爱二路开创新店面。临近卡马丁鱼市是食材新鲜最大的优势。店面重新开启后，许多老客人也闻香而来，品尝烧肉美食跟新菜色，改变过去吃到饱的形态。透过丰富的套餐和定时，让顾客能坐下来细细品尝道地美食。以消费者的立场来讲，你就去比较啊，对吧？哪间就是食材越新鲜越好吃啊，价钱又合理的话，我们就会去吃这样子。对 ，OK， 对不对？他这边是老店，已经做了25年喽。对，他有换位置啊，对。而且你也知道啊，他以前的那个地方我有去吃过，然后换来这里我就没有来吃了。哦，所以第一次来新的地方，对。但是对李小璐并不会太陌生。吃的模式比较不一样，对。他以前是类似吃到饱的那种形式，对。然后就是比如说你选哪个价位的套餐，然后就可以，就是他有那区块的菜色，就是随便你点这样。啊，我今天来好像是变成是套餐形式的那种，对，就稍微不太一样那样。果然是老顾客哦，讲得出来的了不起了。口感不错啦，卫生好啦，哎呀，吃起来很好吃啊，无论口感啊，什么都觉得非常好，东西也新鲜哦。那我们的好处就是卡马丁就是号称台湾的竹地市场就在我们隔壁，所以我们是走路去买鱼货，买回来就扛着它到我们的冰箱冰回去，我们就可以打烊回家。所以你看这边的鱼货就是非常的新鲜，为什么？因为它就在隔壁，我们不用囤货，我们每天用完再去拿货就好了。所以你看它的色泽，不用打光就这么漂亮，而且就是很新鲜。25年走来，老板跟老板娘努力经营，服务了许多客人，但是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他们小心呵护着得来不易的信任，维护当初创业的初衷。那我们25年前就是去日本李小璐学烧肉，那学完之后带回来，因为很喜欢这个名字，所以我们就取名我们店名叫李小璐。那刚开始25年前刚开的时候，在基隆，其实那时候烧肉不是很普遍，所以我们其实遇到很多好玩的事情，就是很多人说你们怎么那么奇怪，在店里面吃烧肉，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习惯在阳台烤肉啊、骑楼烤肉，不然就公园烤肉嘛、海边烤肉。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要来烧肉馆吃烧肉。那还有很好玩的就是，
很多人都叫我黎太太，要不然就是打电话说，哎，李小璐到底在哪一条路？他找不到李小璐，所以其实李小璐25年这样子辛辛苦苦走过来，其实遇到很多事情。那譬如说SARS 也好啦，或者是最近刚过去的3年的疫情也好，确实坦白说不容易啊，25年真不容易。虽然历经3年新冠疫情的无情打击，但是没有打倒他们的创业初心，持续坚持烧肉名店的美食精神。那一般来讲，肉是冒在哪个美食方面？那首先就是基隆业绩直接就掉五成了，那在 CityLink 啊百货里面啊直接掉8成，所以那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那么多员工。其实坦白讲，真的是蛮难过的。坦白讲，不知道疫情要这么久，因为 SARS 那个时候大概3、4个月就过去了，但疫情是3年，不知道拖这么久。那对我们来讲，最痛苦的就是收店，那店一家一家收，这样子来来回回大概损失约莫2000多。那对我们来讲，曾经也想过放弃，但是我太太有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李小璐本身就是养活我们一家的起家店，这样走下来25年，坦白讲，真的是怎么放弃，根本丢不下去啊。很支持我们，鼓励我们，一直希望我们好好做下去。那虽然疫情，我们真的也损失了不少钱，那没有关系，大家都重新打掉重练，那大家一起来拼经济。还有一些朋友很有趣的是，他带着他的小孩来说，以前他的妈妈带他来，也就是3代一起在这边用餐。其实讲到这边就会让人很感动，这样。历经许多波折，因缘巧合搬到了爱二路这个新店面，迎接老顾客回笼之外，他们也正好遇到了一个美好新世代。基隆港来了许多大邮轮，有许多外国人来到基隆庙口商圈寻找在地美食。而老板他们每天从卡马丁鱼市买来的新鲜鱼货，再加上美味的烧肉，就成为外国游客的最爱。就是基隆其实真的改变很多，在这几年下来这样子，我们发现基隆的邮轮变多了，好像几乎这一周当中，几乎每天都看到邮轮，然后外国客人很多，我就觉得好可惜，英文太烂了。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很想跟他们多say一些 hello 啊之类的，可以跟他们聊聊这样。那我太太英文比较好，很有趣的是，很多结交到一些新的朋友，他们觉得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所以最近从暑假今年开始，确实有多了很多的外国观光客。那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全店的人都在恶补英文，然后呢也多了很多英文菜单和日文的菜单。那就是希望可以就是让更多的观光客来到基隆之后，也让基隆慢慢就像成为台北一样，变成一个观光客很多的地方。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基隆的烧肉老店，最近老板更是参加了台北国际旅展，接触更多的客人。他们希望让消费者知道，基隆25年的烧肉名店李小璐还在，欢迎各地游客来品尝美食。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12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
全民防灾一点通或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